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动漫。动漫是动画甲漫画。台北国际动漫节今仔日伫个世博一馆盛大来登场，真侪动漫的迷众拢真期待，透暝来排队要来抢限量的福袋啊！有民众专工为中南部拼起来台北参观，搁甲家己打扮做动漫的角色，讲安尼更加有参与的感觉。 来到这边可以ซื้票哦。世贸中心的外口排队排甲热长，台北动画放假节伫今仔日登场，不少民众抢先卡位，行李箱仔架咧准备要来扫货，也有人一套衫都背起来西装打扮。就是6点多，大概从新竹坐车到台北，大概从4、5点就起来了。我是原神的伞兵。 我是原神的西装老爷，专工打扮做假意角色来参加，真侪民众更加是特别为中南部走来台北透暝排队。10点一开放入场，到等美府抢去单位抢福袋啊！昨天就来了，凌晨就来排队，晚上9点吧。昨天下午4点就来了。下午4点。对，那你就睡在这里哦？对，就睡在这里，就前10个嘛，没办法抢东西。这个福袋比较热门，就比较多人抢，这样大概花了7000块，快1万块了。出名的放假赠送的福利联，都兼新迄个福袋啊，拢真热门。 包括碟剪头、门梨等等小物，拢正吸引民众。RPG 游戏、关键周边商品嘛，真受欢迎。今年的展览总共有110间厂商，大概800单位来参加，比前一届成长大概3成半。主办单位估计参观的人潮会当来到47万人，产值更加会当来到2亿，会当讲是上抢赢的一摆。感觉今年的人潮可能比过往都还来得多，我们预估可能至少会突破60万人吧。现场也有未少算角色扮演的人，趁这摆的机会小甲，互相比装扮。唔那漫界迷众排队抢要买假意的商品，也有业者斗相共代替买，看得出来漫界市场真大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